22歲做咗幾年地盤，成功買樓，不過已經所剩無幾嘅存款。嚟緊幾集挑戰用最低成本去裝修屋企。呢幅牆咁樣啊！開唔開心啊？有自己間房。快啲做嘢，如果唔出糧啊！有汗出冇糧出。傻咗啊！出糧，10蚊，就喺呢啲位。咁今日就搞咗咁多先啦，拜拜。